我認為咧就係、如果喺工作方面咧可以做得好啲嘅咧，就係、盡量投入工作啦咁咧就工作如果忙嘅時候咧，就所有嘅工作咧就都可以係慢慢咁去做啦，盡量適應啦咁如果平時去減下自己嘅壓力嘅咧，就可以做一啲盡量抽時間做一啲運動啦咁我自己咧亦都係有可以喺屋企度彈琴啊，同埋唱下歌啊，好業餘性嘅一啲嘅表演啊，咁去將自己嘅壓力減低咁樣嘅。咁除咗工作方面咧，都有一啲社會嘅服務嘅工作啦咁啲社會服務工作咧，都係挑選一啲自己適合自己嘅，同埋自己會係覺得係做落係會係一個享受嘅嗰啲工作先去做咁做起上嚟咧，就唔會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壓力最主要係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工作。咁喺時間分配方面咧，就其實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放喺工作嗰度嘅咁當然覺得係家庭嗰方面咧都係需要啲時間咁所以亦都會係會定期抽啲時間咧，譬如放假或者係假期都會多啲時間咧係陪翻屋企陪下啲小朋友陪佢哋讀下書或者係陪佢哋玩下啲音樂唱下歌練琴嗰啲各樣嘅工作啦咁有時會有啲戶外嘅活動啦，譬如去放下資料踩單車嗰啲都會。